爭取2012雙普選5區總辭。我叫 Cusson 啦，正職喺廣告公司度做嘅，都做咗10幾年㗎啦。咁間唔中都要畫下自己嘢咁樣。因為佢哋嘅出現咯，我覺得係佢哋嘅出現令到我清楚多啲而家社會上有啲咩唔公平嘅事啊咁。我幾 buy 佢哋嗰套，所以我會幫佢哋畫嘢。以前都唔點留意嘅，我想吸引翻多啲年輕嘅朋友咯，同埋平時唔留意政治嘅人，即係多啲關心翻而家社會上發生咩事。畫呢啲嘢其實最緊要都係佢要似翻嗰個人物，所以我覺得呢樣係最難咯。所以要睇多啲，要留意多啲佢個樣啊，即係睇多啲佢嘅相啊。譬如話毓民咁樣咯，因為我會覺得佢個鼻哥窿會好大咁樣，所以要誇張呢樣嘢咯。同埋update 翻咯，佢最近嘅頭都係有少少金毛咁樣。其實開頭毓民其實好難畫，我覺得，但係畫得多幾次就都有個模式出嚟咯。譬如陳淑莊咁樣，個鼻會比較大啲咁樣，口唇又嘟嘴咁樣，所以突出翻呢兩樣嘢。但係就係最易畫嘅光頭咯，同埋佢個身形比較大份啲，所以會易認出係佢咯。佢哋本身都會係俾市民嘅形象係比較惡啲，惡形惡相啲。仲畫到咁惡，即係可能看客喎。我冇諗呢樣嘢，其實我自己中意點畫就點畫咯。其實曾蔭權都畫咗好多次，我覺得佢嘅特徵係譬如有少少哨出嚟眼，所以我會誇張喺呢方面咁樣。唐英年就係個下巴咯，會係個下巴會好似鞋抽咁樣，又係誇張呢方面，可能會似啲。以前嘅社會，你只要肯努力、肯付出，可能你嘅收穫，你都會有一定嘅收穫咁樣。但係即係美主發達，但係你生活上可能都會無憂咁樣。但係而家就艱難好多，死做難做，可能啲錢都好唔見使，一陣就唔好做。我諗講到尾都係想係有翻個民選出嚟嘅政府咯，係咯。好多問題先咁樣先可以解決到。大部分人我都覺得咁樣搞笑，但係佢哋唔會諗佢哋背後點解要搞事嘅原因。我都覺得幾極端嘅佢哋會係唔知係娛樂性豐富跳嗰啲睇佢哋喺議會上度，因為正常嘅議會嘅運作20年嚟都係咁樣，但係其實係做唔到啲乜嘢。抗議抗議！所以一定要做一啲有爭議性嘅嘢去引起呢個社會嘅輿論。始終好多人唔中意睇文字，中意一望幅圖畫，即係你 get 到啲咩就係乜嘢咁樣，會易啲咯，我覺得。5區公投嗰個漫畫其實係12月，我諗10月頭開始有咁嘅構思咯，跟住就即刻畫啦。其實係，我諗都係用咗2個禮拜到嘅時間我就完成。我其實想畫佢哋型啲咯，我唔中意畫佢哋笑，因為可能我本身嘅工作關係，其實我成日畫啲人笑啊，咁所以我畫自己嘢嗰陣時，多數都係畫好酷啊，好英明神武啲咁。同我平時畫嘅其實好唔同咯，即係工作上嘅嘢都係人哋諗俾我畫，跟住我即係我自己好似當係佢哋嘅手咁樣咯。佢要我畫咩，我畫咩咁。咁呢啲就我比較自主性多啲。專子馬龍嗰啲可能佢哋用，佢哋都係線條簡單為主咯。咁我嗰啲可能比較偏翻真實少少，同埋漫畫感會重啲。我覺得我去唔到佢哋個位，因為我諗要對嗰個時事嗰個觸覺要好敏鋭先做到，即係先至會諗到要畫啲咩出嚟。我就比較單純啲咯，可能係將個事件陳述翻出嚟咁樣。佢哋嗰啲反而係有內容嘅，即係可能係諷刺性多啲咁樣咯。但係我嗰啲反而係當係一幅插畫咁樣嚟睇。因為互聯網咧，就所以可以好多人睇到你嘅作品咁樣。但係如果你話要靠呢樣嘢嚟維生咧，可能
會比較難啲咯。即係始終都要有翻一份正職去維持翻個生計先至，你公餘嘅時間先可以做你嘅創作。